知唔知周杰倫、馬德鐘、蔡少芬有啲乜嘢共通點？就係同樣患有強直性脊椎炎。老人家風濕骨痛就聽得多，但係強直性脊椎炎呢種風濕病反而專門揾上年輕人。24歲嘅 Peter 中意打籃球，但由上年4月起，佢右邊髖關節開始出現疼痛，其他部位亦都出現酸痛感。有一日返工，佢身體痛楚比以往更加劇烈，一度痛到行唔到而要入急症室。佢都冇話一個確切嘅原因嘅，咁就佢推斷個方向就係可能係椎間盤突出，咁就所以就叫咗我去照好多嘅 X 光啊、電腦掃描啊、MRI 嗰啲。出院3星期之後 ，Peter 仲接咗一個特別任務，過程中症狀又再加劇。咁第二次入醫院之前呢，嗰一日咧我就去咗做伴郎啦，因為嗰日做咗一啲強烈啲嘅運動啊，即係可能要玩一啲叫做接新娘嗰啲活動呢，咁可能令到我嘅負擔太重啊，咁當晚就已經係發高燒，然後係要即刻返屋企咁樣休息㗎啦，咁發覺第二日起身嗰個穴位嘅痛咧，係完全冇消退過啦，食咗幾多止痛藥都係冇用啦，然後高燒都係 keep 住啦，咁所以就係決定係入翻急症室去揾醫生睇下。呢次 Peter 接受埋驗血檢查，再加埋之前嘅磁力共振結果，最終確診為強直性脊椎炎。強直性脊椎炎係一種關節炎，由自身免疫系統失調所致。患者主要係男性，男女病發比例係3:1，全港大約有過萬人患有呢一個病。典型症狀之一係晨僵，亦即係朝早起身嘅時候，脊椎、腰背部或者髖關節特別僵硬嘅情況。反覆嘅發炎會導致骨骼增生同破損，骨同骨之間產生黏連，導致關節失去正常嘅活動功能，例如彎腰、坐低，仲會伴隨嚴重嘅疼痛。正式確診之後 ，Peter 喺醫生指示之下一直使用生物製劑，依家生活大致如常，但係運動上就唔似以前咁得心應手。防守裝有跨步呢，咁當我個身壓落去嗰下，我要跨大咁樣壓落去做一個防守噶嘛。咁我上翻嚟嗰下就會即時啦，就已經會有少少嘅不適感出現噶啦。例如我進攻嗰時候，我前後跨步都係同樣呢個情況會發生嘅。扯住啊，會有少少酸啊，甚至乎有時會痛嘅。痛嘅程度可能就係有少少俾人搣手嘅感覺，但係強烈多少少啦。Peter 仲會喺打籃球之前食止痛藥，防止運動之後出現關節痛。B27協進會係一個由強直性脊椎炎患者成立嘅互助團體。Peter 係佢哋嘅會員。呢日佢出席病友分享會，交流由患病到確診嘅心路歷程。足底筋膜呢個都關事，關啊！強直性脊椎炎呢個名容易令人誤以為症狀只會出現喺脊椎附近，但唔少病友都話其他身體部位都有共病。髖關節啦，背脊嗰個脊椎啦，膝頭哥啦，咁仲有個 SI joint 即係嗰個底肋關節啦，咁跟住仲有個足底筋膜炎咁樣咯。又有病友出現虹膜炎，一開始唔知同強直性脊椎炎有關。當時就係唔知嘅。當時佢直至到去咗眼科醫院，醫生就話俾我聽啦，佢話你係一個強直性脊椎炎嘅病人，你現在開始咧多加留意，萬一有一次你覺得突然間隻眼有刺痛嘅感覺啦，出現咗紅點啦，你快少少去急症室。呢位叫做 Terry 嘅病友就分享，自己喺發病之後放棄咗原本攝影師嘅工作，轉為文職。即係啱啱畢完業出嚟就係都係做啲幕後工作，咁其實就係啦，都會出去拍節目啊，會攞啲儀器啊、重嘅即係啲機啊、燈啊都會攞嘅，同埋真係你做嘢嘅時候咧，你長時間可能要企咧，同埋又要揸住部機咧，咁係真係會覺得
唔得啦，隻腳開始有啲緊啦，開始痛啦。咁所以半年後我就開始即係直情轉行啦，去咗做一啲真係文職啲嘅工作啦。咁嗰陣時覺得就好似有啲改善。36歲嘅 Terry 喺10年前確診強直性脊椎炎，病發嘅時候正喺澳洲打工度假。最嚴重嘅時候，即係真係喺澳洲試過痛到係我連沖涼都有問題嘅，因為係屈唔到啊個人，隻腳屈唔埋啊，所以我連着條褲都有啲困難。即係直情一喐啊、起身啊、瞓覺起身嗰下咧，嗰個神經啊、嗰個痛楚嘅問題係令到你會直情飆眼水嘅痛到，你係喐唔到嘅突然之間。目前 Terry 用緊生物製劑控制病情，疼痛減少咗，冇再影響佢鍾意出國旅行嘅心，只係使用生物製劑，旅程會多咗啲唔方便。出國其實最緊要就係醫生信，醫生信一定要返醫院攞封信先，呢個係麻煩少少嘅。去到當日你就要攞你個雪袋啦、你個雪種啦，同埋你要同嗰邊嘅酒店傾好啦，因為你要到埗嘅時候就要擺喺地方雪㗎啦，又唔可以太凍，又唔可以唔夠凍，係啊，因為太凍結冰又唔得嘅。可能你打一次生物製劑講緊2個禮拜嘅，咁其實我自己會即係同姑娘都傾過㗎，你自己睇時間啦，即係用藥就梗係按時啦，咁但係去到差唔多去旅行嘅時候，我自己會調節下，計翻條時間，咁就差唔多出發前，我就會用一支針咯。Terry 亦都堅持1個星期參加1至2次跑步班，希望可以藉運動舒緩病情。不過活動幅度就難免有啲限制。你個弓步嚟講咧，嗱右腳啦冇影響嘅啦，冇受病情影響咧，其實係都叫做拉到嘅，係拉到後邊嘅。其實左腳咧，你見到一拉咧，呢度咧好明顯已經係有少少係啦，個病情影響咧就會拉唔到後啦，係啦呢度呢個位係啦。如果我平時坐低啦，當你咁樣睇。隻腳咧係屈唔到嘅，因為嗰個髖關節已經係最盡，係啦。但係如果你話隻右腳咧係可以掹得低嘅，係有分別嘅，係有啲唔同嘅。好啊，去啦 ，keep 住。跑步班教練就話，Terry 嘅訓練同其他人冇太大分別，只係受病情影響，速度有時會比起其他人慢，肌肉亦都比較緊張。Terry 因為爸爸同樣有強直性脊椎炎，佢知道有遺傳風險，一直都密切留意自己嘅身體狀況。不過對一般人嚟講，強直性脊椎炎初期病徵同普通腰酸背痛相似，容易令患者誤以為係工作或者運動造成肌肉勞損，冇即時就醫。普通嘅腰酸背痛咧，其實咧係同呢個強直性脊椎炎咧分別係好大嘅。普通嘅腰酸背痛咧，通常經過休息咧2至4個禮拜之後就會有明顯嘅改善。而普通嘅腰酸背痛咧，通常咧就係喺操勞過後會差咗。而強直性脊椎炎咧就係唔同嘅。一般嚟講咧，喺操勞過或者係朝頭早活動過之後咧，佢係會得到緩解，但係休息嘅時候零舍差。同埋一般操勞嘅疼痛咧，並唔會令到個患者喺半夜睡眠嘅中咧係痛醒嘅，但係強直性脊椎炎咧就往往會令到啲患者根本疼痛難耐，連睡眠都係解決唔到嘅。發病之後，患者生活往往大受影響，所以只能夠靠藥物控制病情。暫時嚟講咧，呢個強直性脊椎炎咧並不能夠完全根治嘅，我哋只能夠透過藥物咧去達至一個病情緩解嘅情況，令到呢個病患者嘅發炎咧唔好再持續落去，避免呢個關節嘅破損同埋損傷。長遠嚟講咧，去大大減低咧呢個患者嘅心腦血管風險同埋日後產生嘅一啲咧結構性問題。除咗藥物，運動同樣可以舒緩痛楚，所以呢日Terry 同一班病友參加 B27 協進會舉辦嘅遠足活動。其實我啱啱針尾啊，咁我聽日其實要補一支針嘅，即係打一支針嘅，係啦。咁所以咧去到針尾咧，其實 feel 到個身體係有少少會痛啲啊、緊啲咁樣嘅。咁所以琴日翻工嗰陣時，其實已經開始痛㗎啦，有少少痛㗎啦。咁我就通常會食一粒消炎止痛藥咯。有病友頸椎活動幅度有限，喺途中惡高頭飲水，需要靠屈膝去走返啱角度。而 Terry 為咗減輕腳痛同身體負擔，就盡量輕裝，唔帶咁多嘢。不過曾經因為呢個病而放棄做攝影師，鍾意影相嘅佢，都特登帶咗一部輕巧嘅相機，影低沿途風景。
手機啊、相機啊，全部都係啦。以前都中意要大部、要高級啲、要靚嘅，而家就反而主要係想個重量會減咗磅先，係啦。咁等自己可以日常嗰個體能咧唔會太消耗得太多先。我自己個心態就唔係想太在意呢樣嘢咯。因為你太在意，反而就會影響到自己，就覺得唔得，有嘢阻住我啊，有嘢棘住我啊，我就唔想有呢個感覺咯。同樣患病多年嘅 Keith 係 B27協進會嘅主席。雖然強直性脊椎炎嘅常見發病年齡係20至40歲，但佢喺9歲就已經出現關節痛，14歲確診強直性脊椎炎。患病超過30年嘅佢提到，隨住生物製劑嘅專利到期，藥費已經由最初嘅每月過萬，大幅下降至1000蚊左右，又可以申請政府嘅藥物資助。但佢就覺得而家嘅藥物資助計劃申請準則唔合理。咁喺我哋強直性脊椎炎嘅朋友仔嚟講啦，咁佢醫生會有一個特定臨床準則啦。當我哋朋友仔試過幾款嘅口服藥物都對個病情冇幫助嘅，又或者係我哋嗰個身體嘅狀況差到一定嘅程度，咁就符合到呢一個準則啦。如果我一路都用緊生物製劑，而個藥物係有效嘅，咁其實我就永遠都唔會符合到呢個準則㗎啦。咁就算我嗰個財政幾咁困難都好咧，我係冇辦法可以入翻去嗰個資助嗰個門檻入邊嘅。咁唯一個方法咧就冇辦法啦，我必須要暫停我嘅治療啦。等到我個身體狀況去到差翻嘅時候，去到符合嗰個準則，咁樣先至有機會可以攞到一個藥費嘅減免咯。除咗藥費同病痛，患者要面臨嘅另一個問題係社會對呢一個病唔夠了解。喺外國地方咧，會稱我哋呢啲風濕病嘅患者咧，就會有個感覺咧，就係一個睇唔見嘅殘疾啊。其實我哋不停咁樣都 keep 住要覆診㗎嘛，咁其實有好多僱主咧都未必會照顧到呢一樣嘢咯。成日都懷疑個僱員成日都覆診嘅，係咪真㗎咁樣？咁亦都有試過咧，係一啲病友啦，或者有需要去到坐關愛座嘅喎，其實。咁真係有一啲朋友仔就遇過，咁就可能俾人請佢讓座咁跟住有一啲爭拗咁所以希望我哋透過不停咁樣嘅宣傳，令到大家認識多啲呢個病嘅時候，可以防止到呢啲情況再發生咯。